今天咱们来看一个为维吾尔社区重新诠释《古兰经》的项目。你看，一个叫古兰经巴扬的新项目，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。他们认为，现有的解读方式对非阿拉伯人来说，其实是个文化障碍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传统的经文评注讲的都是阿拉伯当时的历史和社会，这就造成了一种脱节感。维吾尔人得先去了解别人的文化，才能接触自己的信仰。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古兰经巴彦项目，好多学者一起合作的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先找出问题，然后修订文本，最后应用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上。所以说，这事儿不光是翻译，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，强化民族认同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就是要找回真正的维吾尔自我。他们也特意澄清，这不是要反阿拉伯，而是要亲维吾尔。他们还举了个例子，说先知当年统一各部落就是一种民族建设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转变，他们想把重点从个人信仰转移到社会层面，也就是说，要用经文里的原则来解决今天社群里实实在在的问题。在他们看来啊，经文里其实藏着很多答案，能解决各种复杂问题。他们的最终愿景是让信仰和民族文化能够互相成就、紧密结合。这句话可以说点明了核心，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己的认同和精神。所以这个项目留下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古老的原则真能塑造出现代的身份认同吗？